接下来这个主题就是无兄弟不音乐。哎，其实这个话不一定真的是指的兄弟，但讲的是一定要有默契的，要对音乐非常有共识的、价值观相同的朋友在一起。没错。那么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也十分的动听，同时最主要的我们要介绍接下来的歌手。他们都是藏族人，都来自于选秀节目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俩在选秀节目当中都拿了冠军。掌声有请明星歌手扎西平措、诞生尼玛，有请。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，吹送大雁下的几滴沙丘，你的那叫兄弟，伊拉可可西索，阿娇摇着船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。歌声随风飘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卡拉耶。有点相似，像深浅对吧？对。我的心充满惆怅，为那弯弯的月亮，只为那今天的村庄，还唱着过去的歌谣。故乡的月亮，你那弯弯的忧伤，穿透了我的胸膛。他们俩就是刘欢和李健的这个学生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觉得他和李健的那种书生气啊，那种气质特像。你说还真是。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
上，联想他们真美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哇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！这首歌也很适合他们俩啊，对，适合他们的声音，改得很好。好听不好听？这二位都是我们新生代的藏歌手的骄傲。是的。二位是第一次搭档唱歌吗？啊，是的，第一次。对。什么感受？上一届的这个诗歌先来说吧。诗歌，就是丹增弟弟呢唱得特别好听。他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他的声音，我以为自己是很干净的，没想到他比我更天籁，真的是这样。那丹增尼玛也说说跟平措搭档的一种感受。爽。其实我俩是到中国藏歌会才开始接触的嘛。以前你们两个不太熟是吗？对，隔着屏幕我见过他，我也见过你，但是真人是第一次见。我觉得他们俩这次来到我们的中国藏歌会，其实是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，我发朋友圈也是发了说常回家看看，就发了。就是，一定要常回家看看，大家要不要？对，而且这样的一个搭档，我觉得非常妙啊！扎西平措、丹增尼玛，干脆就敢组合成一个组合，就叫扎西尼玛组合。我在这儿，你这是在宣传那个山歌哥哥吧？感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双冠的精彩呈现，谢谢，谢谢。